序16，頒發視覺藝術科獎項，請陳嘉欣老師。藝術巴士走入社群道路安全巴士車身設計比賽傑出表現大獎 4B 鍾楚喬。鍾同學同時獲得 Peace 計劃2011填色比賽高小組冠軍及第7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優異獎。藍天綠地在香港設計系列2011全港學界4格漫畫設計比賽九龍區優異獎 5B 嚴楚琳。貴光 6B 何君怡。全港總優異獎及九龍區冠軍 5A 盧海彤。請合照一張。